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富訊息。今集我哋有新拍檔 Simon。美伊戰事咧都發生接近咗2個月啦。市場嘅避險情緒逐步降溫，美金嘅升勢咧暫時喘定咗啲喎。係啊，不過咧地緣政局咧仍然都係不穩啊。只要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道啦一日未完全恢復正常嘅話咧，油價引發嘅進口通脹風險咧仍然存在，限制咗美聯儲咧嘅減息預期。市場咧預計咧4月29號美國聯儲咧將會維持利率喺3.5至3.75不變，年底咧都只會係減息一次25個點子。嗱，要留意翻啊，呢次係主席鮑威爾咧最後一次主持會議，對於貨幣政策有啲咩啟示咧，都會令到市場對於利率嘅睇法啦，以及美金咧帶嚟影響嘅。係啊，咁現任主席鮑威爾咧嘅任期會喺5月15號結束。目前參議院咧正係喺度審議緊繼任人嘅 Kevin Warsh 啦嘅提名嘅。Warsh 雖然係被視為相對鷹派，並且係傾向啦喺縮減資產負債表同埋維持貨幣政策穩定。但係咧市場都同時擔心啦，佢同白宮嘅緊密關係會唔會削弱咗美聯儲嘅獨立性，令到美金嘅政治風險日價咧會上升。美國今個星期4啦會公布翻3月份嘅核心 PCE 數據，以及咧包括咧首季 GDP 嘅一系列嘅經濟指標數據咧會增加咗美元嘅波動性。美元指數咧上方阻力參考100水平，下方嘅支持參考咧97.5水平。Coco， 不如我哋轉下講下歐元啦。好啊，油價啦自3月開始啦，因為中東局勢緊張而走強。對能源嘅進口國嘅歐洲嚟到講咧，通脹壓力就加大咗。歐洲央行喺3月份嘅宏觀經濟預測入邊咧，已經發出咗預警。提到咧，因為能源價格反彈，預計2026年第二季整體通脹咧會見頂回升去到3.1% 左右。雖然3月份咧歐元區嘅核心通脹率仲係微降去到2.3% 水平，但係咧整體嘅物價升幅都令到咧歐洲央行有加息嘅空間。利率期貨顯示翻，歐洲央行4月份咧將會維持利率喺2厘不變。但係6月加息25點子嘅機會率咧就高達70%啦。不過咧投資者要留意啊，雖然咧歐洲央行咧有加息嘅壓力，但係利差相對美元咧仍然處於劣勢。加上咧歐元區嘅經濟增長咧仍然係放緩，只要咧中東嘅局勢咧未完全明朗嘅話咧，歐元對美元咧短期仍然都仲係受壓㗎。支持位參考我哋睇咧1.16水平。相比之下咧，近期同樣有加息預期，但係息差優勢咧較為明顯嘅澳元咧，似乎更加值得關注。冇錯啊，澳洲央行咧將會喺5月5號議息。由於澳洲嘅勞動力市場數據穩健，加上咧通脹偏高，市場幾乎都認定咗5月份咧會加息25點子，將利率咧推升去到4厘3半。喺全球主要央行大多數都傾向維持利率不變嘅環境底下，澳元嘅息差優勢，加上商品價格回升啦，都確實為近期澳紙咧提供咗更強嘅基本面支撐。澳元對美元如果能夠向上突破4月17號嘅高位，即係0.7222嘅話，可以上望0.75水平。不過都要提防翻中東局勢飄忽。如果避險情緒上升，或者會加大翻澳紙嘅波動性。短線支持位我哋可以參考翻50天線0.705水平嘅。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都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